下面我们讲缘起章当中呢，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得缘起后，睡念如来啊，就是前面寻找这个生生缘起之意已经讲完了。这个课本是这样的，得缘起法后睡念如来。那么松子当中这样说的，你知一切事业中，欲知事业最殊胜。欲知最极缘起故，智者以此睡念佛。那么，就是说，从字面上的意思讲，就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你的所有的身口意的事业当中呢，就是语言的事业啊，就语的事业是最佳的、最殊胜的。那么，语言的这个事业当中呢，就是缘起法门是最殊胜的。所以呢，就是作为智者的话呢，就是经常这个随念佛陀啊，就是并不是这个看着佛像这个意念佛陀，也并不是呢，就是因为佛陀就是当年就实现神通而这个随念佛陀。本来是那个就佛陀的这个度化众生呢，就是有几种这个方式。以前好像那个大经律里面也讲过，就是讲了这个4种度众方式。那么就是第一种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度啊，就是身体就是实现各种各样的这个身变，或这个身体呢，就是实现这个无比的这个相好庄严，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度啊，就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这个神通度啊，就是通过就各种这个不同的这个身变和神通来这个实现种种相而度化众生的。第三个是这个念名号，就通过这个名号佛号就像我们这个显结经里面就是只提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名号的时候，也获得了不退转的国外。百念经当中也是如此这个说的。所以通过这个得数名号而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得度的，就是也有这样的。然后那个就第4种呢，就是这个法施度啊，就是通过这个佛法的布施，也可以说给众生面前就是转那个圣光法轮而度化众生。所以在各种这个度众的方式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事业，就语言的事业是应该是这个最佳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佛陀当年这个在世的话呢，那么就是80岁这个81岁，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共同的说法众生面前已经实现这个圆寂。所以呢即使这个依靠他的这种神通，或者说是依靠这个身体来度化众生的话呢，那么就是时间是不会很长的。那么佛陀圆寂之后呢，主要是用他的这个语言，也就是说后来的智者们就是把它设计到这个大藏经里面啊，就我们的这个藏经里面呢，就是都有这个3层的这种法要啊，就是包括这个密宗的这些法要。那么这些呢，作为我们这个后学者的话呢，完全是依靠这个佛语来就是得度的啊。当年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大多数的这个度化的方式呢，就是跟这个众生通过这个讲经说法来这个度化的。所以呢，就是有些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这个有些论点啊，就是经典里面有没有，就是应该有，就是居士论，我们以前讲居士论的时候也引用过一些教证。那么论点里面呢，就是讲这个佛陀就是说法49年，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我以前看过那个唐太宗的那个就是天台宗的那个智者大师他呢就是佛陀当年的整个这个说法呢，就是大概这个归纳为这个一个偈颂，就是说是华严最初三七日就是华严最初3七日，阿含时而这个梵光就是8就是梵光的话8年的意思。然后22年他般若妙法涅槃共8者就是共8者就是共8载，怎么说载是吧？那个
栽种，对那个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花样啊，就是最初的时候呢，就是以前那个唐太宗就是什么这个五十八教，就是也这种说法吧，就是有分那个五个时段，第一个呢就是花样式，就是总共有这个21天的这个时间，然后第二是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阿含式啊，就是阿含弘扬呢，就是有这个12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方等啊，就是方等是有这个8年，般若第四个呢就是有般若式啊，就般若这个弘扬的时候呢就22年，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叫法华式啊，就总共有8年，就是8年，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基本上算起来是这个40这个8年或者9年了，就大概48年多吧，就是大概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出来，就是说是这个22年谈般若。就是佛陀大量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主要是讲这个般若的这个法门啊，就是讲这个般若的法门。那么般若当中呢，我们应该就是清楚啊，就是这个缘起法是这个最妙的啊，就一切万法是这个空性啊。我们也可以分那个这个神义的缘起或者这个世俗的缘起啊。那么这样讲的话呢，从神义的缘起角度来讲呢，就这个中观根本慧论里面所抉择的那样的这种这个缘起法，就这样的这种缘起法。那么实书当中的话呢，有因有果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法。这两者这个法理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涵盖就是整个世间的一切这个知识。一切知识，也同时呢，就是非常微妙的一种这个语言来，就描述或者说阐述了这个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就究竟实相。所以说，这样的这种实相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我们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些邪说邪见谬论就全部都是以这个摒除这样我们让这个深入缘起性空的这样真见的话呢，那就是一定会是就像是这个山顶上呢，就是对这个所有的这个群山就群山呢就是一览无余一样的就完全呢就是让这个照见一切万法的真正的这个究竟真理就究竟真理。所以在那个大宝基金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语中言音微妙第一就是语中言音，就是与众生所说的这些法当中呢，就是微妙这个微妙第一，深入缘起断除邪见深入缘起断除邪见。也就是说，对众生所宣说的所有的这个法呢，就说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微妙法是第一的。也就是说，依靠缘起空性的真见来断除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邪见迷离呢就扫尽这个所有的这个邪见迷离。所以呢，我们真正要通达这样的这个缘起真理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都会怀念着这个佛陀的这种圣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像前一段时间跟各位道友就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一样的这个智者也好，文学家也好，或者是谁都是根本就没办法就是依靠自己的这种智力来开发这样的这个深深缘起的这个道理就是以前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的话呢，就是也大胆的敢说，就是不会有的。所以呢，这么这个缘起这个深深的法门的话呢，那么就是谁能这个开发呢？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他也依靠自己的智力，就像宗喀巴大师、门峰仁波切也是跟这个缘起真基本上相同的，在他的那个著作里面就是也有一个寄送那么他们智者的话呢，就是也完全是依靠这个文字来，就是了知这个智者呢，就是应该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没有的，他就是无有伦比的智者就是依靠这个这种这个缘起真理来，就是可以呢，就是推翻就是其他的这个邪说就是其他的这个邪说，我想那个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个世间人也是承认的，比如说澳洲这个第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印度的文学家，也是这个史学家，就是叫做是这个泰戈尔，他呢也是说过，就是他说是这个我认为释迦牟尼佛呢乃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个一位这个圣者就是
像他们具有就如此的这个智慧的就具有远见的这个人呢，对整个这个世界呢就是具有贡献的人，这样他们就认可的话呢，我以前在这个讲这个佛教科学论的时候也是说过，我说这个有些人现在对这个佛语就有点这个不承认啊，或者说是不大怎么这个赞叹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稀有。非常这个稀有，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人的话呢，基本上是在这个大学和那个可能在学校里面连3好学生都讲的不一定得过，就不要说诺贝尔的有些人听都听不懂，就是什么叫诺贝尔奖呢？就是他根本没有听过，没有关心过这个世界啊。像这种人的话呢，你要想驳斥这个佛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就稀有，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根本不可能的。本来我们就是一讲缘起性空的时候呢，尤其是一些大智者呢，就是见到这种真心的时候呢，世界的一切都是稀有的。就像我们这个中观400论里面也是这样，世间诸所有，无不皆稀有。世间诸所有。无不皆稀真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通达了这个缘起真理的话呢，可能从2方面可以感到这个稀有。一方面迷迷糊糊的这些众生呢，本来的是没有办法，就反而执着为办法，就是这也是很稀有的，就可以这么说。或者你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在这个世俗当中就如幻如梦的就如此的这个现象，可是你种真理来观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不存在的就像现在的很多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智者他们就观察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是全部没有，非常惊讶，这是一种这个稀异的就特别这个稀有的一种感觉。那么就像是这样的，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应该是这是当你怎么说就是悟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呢，就是会感到这个稀有的，就也可以这么说。然后我刚才就是第一个就是话题的话呢，就像我们现在实践当中呢，对这个缘起法门也好，对这个实践的任何真理呢，就一无所知。但是凭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分别念呢，就是经常呢就覆盖这个真理就这种人呢，就是在这个实践当中应该是值得就是就是推翻就是应该这个邪说呢，就是应该这个予以推翻。所以作为智者的话呢，就是真的就一翻开这个大藏经呢，不管是你这个华严部、宝积部，或者是这个律藏尤其是这个密宗的这个序部就这些一翻开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这个心气你的这个心性呢，就是会油然而生我这一段时间就是尼玛派的那个一些很多序部我就翻一翻，就翻了就虽然没有时间全部都读，但是呢有时候就是读一读标题有时候看看那个后面的这个译者是怎么说的，中间就是顺便翻几本书的这个多少品，真的就是这个佛陀的这种智慧在这个世界上是就没办法就是比的这个并不是我们就是自己这个自夸自叹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如果不相信的话，那就是大家静下来，就是花一定的时间去先学习就是先学习，你去探索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真正能推翻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就是在你面前也是可以这个就是恭敬的，就是向你这个顶礼都可以。但是我想呢应该说在这个实践当中尤其是如今的这个社会当中的很多人对这个佛法就是排斥的人，对这个法理就是不了解的这些人呢，就是智慧都并不是很高。应该很有智慧的就是这个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学者他们的话呢，就是他们虽然不懂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真理，但是他们站在公正客观的一种这个立场就并不会这个胡言乱语，就是就开始这个加以诽谤就是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座的这个诸位就以后呢在这个漫长的人生当中呢，自己也应该依靠这个真知真念来观察自己的这个心态。否则的话呢，有些人是真的对这个缘起真理的这个深深道理呢就是一点的是不能，就是一点一滴的是不能了解，反而呢就是对这个佛法或者是对这个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呢，就是有一些排斥的这个态度这是极其不应理的。就是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应该要就是经常这个训练，就是佛陀的这个声恩。那么这是那个第三个就是第二个课盘。